高倍人的结语，亮魔之天堂。啱啱有啲太陽，所以有啲黑咯，可能會加速咗，因為我覺得有啲慢，所以要加速。呢度係一個大圓形，有啲即係好大個圓圈咯，呢度，所以要行快少少。就嚟行完一圈啦 ，finish， 嗱最後，好啦，決定啦，拜拜。